好想同大家一齊嚟去分享一個嘅信息，就係一群大有能力嘅見證人。咁我哋今日嘅經文呢，就喺一個嘅使徒行傳第2章。咁我哋會讀呢第2章嘅1至第4節，同埋呢43至47節。如果你有聖經嘅，可以一齊打開；如果你係冇聖經喺手上嘅，亦都可以睇一個嘅屏幕，讓我哋咧一齊嚟去讀出一段聖經。咁我會讀單節，請弟兄姊妹咧幫我嚟去讀呢一個雙節，好唔好？咁我哋先讀呢一個第2章第1至第4節。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好，跟住呢，我哋讀43至47節。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蹟，並且買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今日咧好多面對呢一個嘅挑戰嘅一個嘅社會，教會似乎咧有一個現象出現，尤其是喺啲大城市嘅教會，我哋發現到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好多歷史悠久嘅宗派呢不斷嘅萎縮，甚至乎呢會係將佢哋嘅教產嚟出賣。咁呢一個呢就係喺呢一個嘅圖片呢，就係喺近住呢一個嘅應該邊一度啊？我哋叫做咩啊？Flemington 嗰度附近嘅一個嘅浸信會，都呢一個嘅地方去出售。咁唔知呢個係咪神為我哋預備啦？我又唔知啦。咁不過好多嘅教會，甚至我哋過往喺呢一個嘅 Epping 嘅教會都賣咗啦。咁又係拆，又係重建一個嘅高樓大廈。事實上，教會對今個世代嘅影響力係越嚟越弱嘅。發覺咧好多嘅政策或者係一啲社會嘅一啲嘅道德嘅水平慢慢下降嘅時候，教會好似喺呢一方面冇辦法嚟去堅守住一份嘅該有嘅立場，甚至有啲教會裏邊嘅言論都好似被世俗嘅嚟去影響。喺美國美南浸信會嘅一個嘅基督教機構一位主席叫 Tom Rainer， 佢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嘅預測美國教會嘅發展。佢喺2016年嘅時候，佢話美國教會有16個嘅趨勢，其中有一個趨勢就係10萬個堂會將會迅速嘅衰亡，特別係嗰啲冇果效嘅堂會，佢哋嘅衰亡嘅速率係會越嚟越快。亦都因為教友咧唔願意成為冇影響力嘅一群，所以佢哋要離開教會。咁既然離開教會嘅話，嗰啲嘅產業都變咗要變賣。事實上，今日好多嘅教會都會問一個問題：神可唔可以再一次興起有能力嘅講道者或者教會嘅領袖？譬如好似16世紀馬丁路德嘅興起，將教會喺一個真理嘅錯誤撥亂反正；又或者加爾文喺法國嗰個嘅宗教嘅改革，喺18世紀英國嘅所謂循道衛理嘅運動，甚至宣教嘅事業嘅啟發，戴德生嘅興起，明報道家，譬如呢一個嘅近上一世紀嘅葛培理，又或者會唔會興起一啲嘅運動，
包括咗一啲可能係早期喺18世紀英國嘅主學嘅運動，或者19世紀中葉嘅時候海外差傳嘅事業，或者20世紀爆發嘅着重聖靈嘅工作嘅靈恩運動，校園嘅事工、三福嘅運動、小組嘅運作，會唔會呢啲可以神再一次興起，叫教會有得着嗰份嘅力量，你喺個社會裏邊成為神嘅見證呢？嗱，呢啲我唔知道神會唔會，但係當我哋去思想到教會嘅見證力嘅時候，自不然唔係講緊一個嘅教會嘅建築物，可以見到有幾高、有幾大、有幾宏偉。我哋講緊嘅係教會嘅群體，亦都即係每一個信徒，包括你同埋我，點樣喺一個嘅世代嘅裏邊，能夠強而有力嘅為主作見證呢？係咪只係一啲嘅運動或者某一個嘅領袖嘅興起就可以叫教會能夠有見證力呢？當我哋剛才睇到《使徒行傳》嘅時候，我哋發現一個好特別嘅事情，一班毫無學問、一啲嘅市井之輩嘅人，竟然喺一日之間能夠帶領3000人嘅信主，佢哋嘅生命亦都帶嚟咗好大嘅震撼，叫唔少嘅人係願意嚟去加入佢哋嘅群體嘅當中。我哋會問一個問題，究竟咩原因令到跟隨耶穌嘅嗰班嘅使徒有如此大嘅見證嘅能力呢？我哋睇返喺剛才所讀嘅聖經第2章嘅1至第4節，佢話五旬節到啦，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嘅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嘅落喺佢哋個人嘅頭上，佢哋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嘅口才說起別國嘅話來。呢一件係非常之令人震撼嘅一個嘅事件，聖靈降臨嘅景象充滿震撼性。喺度講到天上有響聲，像一陣嘅大風充滿屋子。天上響聲係點樣？當然唔係即係滾滾能咁樣啦吓，可能係一啲好奇特嘅一個嘅聲出現，以致到整個嘅耶路撒冷係受住呢一個嘅響聲所吸引。另外喺2章第3節話，又有舌頭如火焰嘅顯現落喺個人嘅頭上。我冇好難想象究竟係點樣回事。雖然有一啲嘅圖畫想盡量將個景象畫出嚟，但係好難表達到底嗰陣時嘅境況係點樣。路加只能夠形容舌頭如火焰嘅顯現，究竟係點呢？想象一下啦，大家落喺個人嘅頭上，嗱，呢個係一個嘅景象，但係唔單止景象，更加嘅一啲異事發生。有咩意思咧？第2章嘅第4節佢話，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呢個他們就係指到嗰班嘅使徒們，按着聖靈所賜嘅口才說起別國嘅話來。嗱，呢度講嘅別國嘅話並唔係一啲人聽唔懂嘅言語或者音調，嗱，喺往後第5節至到呢一個嘅第13節裏邊所講到，喺唔同各處嚟到耶路撒冷過節嘅人，佢哋用嘅鄉談包括咗咩嘢呢？譬如喺呢一個嘅第9節，有伯提亞人啦，有米底亞人啦，有本都啦，有亞細亞啦，有弗呂家啦，磅菲利亞、埃及人、古利奈人。呢啲嘅人，佢哋嚟自係一啲嘅猶太人，但係喺五旬節嘅時候去到呢一個耶路撒冷過節，佢哋所用嘅鄉談，竟然呢一班嘅使徒
喺未曾聽過嘅情況，但係未曾講過嘅情況底下，可以一下子用佢哋嘅鄉談嚟去講道，唔係淨係講話問安 say hello， 唔係咁樣，係講述神嘅道理。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奇特嘅現象。嗱，但係呢啲現象係咪就等於呢一班嘅使徒就好有見證力呢？唔係啊。事實上，當然呢一個嘅景象同埋意思，可能會令到人都好非常之驚訝，但係亦都有在場嘅人啲咩反應呢？第二章嘅第12節，佢都話到有啲人呢就認為佢哋咩呢？呢個係咩意思呢？有啲譏誚佢哋話呢個無非係新酒灌滿了。有猜疑嘅人，究竟咩事呢？未必一定會帶俾佢哋有好大嘅震撼力。佢哋只係，咦，好奇怪喎，發生咩事呢？又或者有人話，嘿，呢班人都係飲醉酒啫咁樣，所以佢哋講一啲嘅說話出嚟，係佢哋未必明白。弟兄姊妹，到底喺聖經裏邊講3000人信主嘅原因喺邊度呢？我相信路加喺佢所講嘅時候，可以肯定嘅話俾我哋知道，神蹟異事並唔係可以叫3000人信主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因為就如喺舊約聖經摩西出埃及嘅時候，記唔記得神使用摩西喺埃及地進行緊一個嘅拯救工作所行使嘅異事啊？包括將水變為血，有好多嘅青蛙，有好多嘅蒼蠅，甚至有呢一個嘅蝗蟲，甚至有冰雹，有大嘅黑暗，有瘟疫等等10災。呢啲嘅意思係咪一定可以令到埃及人全然嘅嚟去敬畏神呢？唔一定。甚至喺摩西嘅5經裏邊，出埃及記去記載呢一個嘅埃及王見到呢一啲嘅事情嘅時候，佢心裏邊係點樣呢？剛硬，一件又一件嘅出現，但係佢反覆地一次又一次地嚟去剛硬佢嘅心，唔容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所以我哋所謂嘅奇異嘅事情，或者一啲嘅神蹟現象，唔一定可以幫到人去明白、去認識、去敬畏神嘅。究竟真正令到呢一班嘅人，或者當其時使徒行傳嘅時代，點解呢一班嘅使徒可以能夠叫3000人信主？路加講得好清楚，喺2章37節，佢咁樣講，佢話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嘅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喺呢度，路加話佢哋聽到彼得嘅講道之後，佢哋就覺得扎心。咁可能有人會話：喂，咁彼得你嘅講道係咪一啲好振奮人嘅一啲嘅講章呢？咁樣，如果我哋睇翻第2章彼得佢個講道嘅時候，你又發現其實彼得講道冇咩特別之處，佢只係重心一個，佢就話喺40多日前，你哋被你哋釘喺十字架上嗰位嘅拿撒勒人耶穌，就係以色列人一直期盼嘅嗰位嘅彌賽亞。佢被你哋釘死，但係神叫佢從第3天從死裏邊復活，並且我哋顯現，現今升天，坐在全能者嘅右邊。有一日佢將會再嚟，顯明緊佢就係嗰位嘅基督，佢就係嗰位嘅彌賽亞，就係全人類所期盼嘅救贖主。呢個就係彼得嘅信息。簡單啲嚟講，亦都即係一陣間有人去做
街頭報道嘅時候，佢哋就係傳講耶穌就係嗰位嘅主啦，係神所設立嘅救贖主。佢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哋嘅罪流出佢嘅寶血。雖然被埋葬，但係第3天神叫從死裏邊復活，如今仍然活着，並且替人去禱告祈求。其實呢個信息就係彼得所講嘅信息，冇咩特別一個福音嘅內容，但係點解彼得可以能夠令到3000人受洗信主呢？我諗重點喺聖靈嘅工作，唔係純粹嗰個嘅講道，嗰個嘅道裏邊係真理，但係呢個真理本身有着聖靈嘅臨在。喺第2章嘅第4節，我哋一齊睇睇呢一節嘅聖經。2章嘅第4節，喺度講到話，他們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嘅口才，說起別國嘅話來。喺呢一度講到被聖靈充滿，呢個先至係最重要。聖靈去充滿佢哋，去掌管佢哋，以致佢哋能夠說起別國嘅言語。嗱，當然說起別國言語都唔係好特別，因為只不過係一啲嘅人所用嘅言辭。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呢一班嘅信徒，佢哋好清楚知道聖靈降臨佢哋身上，佢哋就願意被聖靈去掌管，說出神要佢哋所說嘅道。呢個道嘅本身係被聖靈去掌管嘅，係有着聖靈嘅同在，有着聖靈嘅工作。弟兄姊妹，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使徒行傳》第1章第8節，耶穌基督喺升天嘅時候對住門徒所講一番嘅說話，佢話：但聖靈降臨在你哋身上，你就有能力喺耶路撒冷、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成為我嘅見證。喺一刻聖靈嘅臨在，讓佢哋能夠有能力。神嘅話語本身就係真理，但呢個真理點樣可以能夠顯明出嗰份嘅力量呢？係有聖靈係使用佢嘅話語，讓神嘅道進入人嘅心嘅時候，係帶住權柄與能力，以致喺人聽到咗之後，彼得就話眾人聽，路加就話眾人聽見這話就覺得扎心。嗱，呢個扎心咧，亦都係一個好特別一個詞嚟噶。扎心嘅意思唔係佢哋哎呀我心痛啊，而係佢哋被刺痛。被刺痛，被咩刺痛呢？就係神藉着彼得所講嘅呢一個嘅道去刺透佢哋嘅心。佢哋嘅心裏邊一路嘅去自己覺得係好似被針扎傷咁苦咁懊惱。原因佢哋就將佢哋一直期盼嘅基督彌賽亞釘身喺十字架上。佢哋覺得佢哋自己非常嘅愚昧，點可能做呢件咁愚蠢嘅事？明明巴拉巴係一個強盜，應該釘喺十字架上嘅唔係耶穌而係巴拉巴，但係何竟佢哋嘅心裏邊竟然喺當其時卻係大聲呼喊：釘死佢，釘死佢，釘死佢！嗰個佢係邊個？就係耶穌，嗰位從來冇犯過錯，但係卻喺佢哋當中去見證神嘅恩典榮耀嘅嗰位，佢哋卻係要釘死佢。所以呢一班嘅聽眾心裏邊感覺到一份嘅扎心、刺痛，佢哋懊惱，甚至有一種嘅懊悔。於是佢哋問一個問題：我哋應該點樣做？我哋應該點樣做？嗱，呢啲一切都係聖靈嘅工作。
路加佢話佢哋被聖靈充滿，以致佢哋能夠有口才。整件嘅事一路喺聖靈嘅掌管嘅裏邊，聖靈掌管住呢班嘅使徒，而呢班使徒亦都願意喺聖靈嘅掌管底下順服，以致佢哋被聖靈充滿，能夠講說神嘅道。嗱，事實上要喺一個群眾嘅當中嚟傳遞神嘅道，實在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如果我話一陣間你去到 Eastwood 嘅水池，企喺水池嗰啲嘅即係石壆嘅上邊，你大聲話：請各位留意，今日我要所講嘅係一個關乎你哋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你有冇膽量咁講？牧師你嚟講好啲啦。有時真係噶，係唔容易噶，係需要極大嘅勇氣。但係呢一個唔係勇氣嘅問題，唔係你話我拍住心口上我就有勇氣，我就可以上去，唔係。彼得被聖靈充滿，佢願意起嚟宣告呢個福音嘅信息。但係宣告嘅時候係帶着權柄與能力，呢個係彼得甘願順服喺聖靈嘅引導底下所做嘅一件事。弟兄姊妹，能夠帶領3000人信主，我相信唔係彼得嗰份嘅演講嘅能力係幾咁嘅高超，又或者佢嘅膽量係幾咁嘅緊要。最重要嘅就係呢一班嘅信徒甘願在聖靈嘅掌管底下為主嚟作見證，被神嚟使用嚟傳講呢一個嘅福音嘅道理。弟兄姊妹啊，呢個就係聖靈嘅工作。聖靈願意顯明佢嘅大能，聖靈願意使用人嘅口說出神嘅道。當人聽見神嘅道嘅時候，心裏邊亦都被聖靈嘅工作去感動，有一份嘅扎心，對自己嘅錯有一種嘅懊悔。於是佢哋問一個問題：我應該點做？我下一步應該點樣去改變我嘅錯誤呢？咁樣，呢個就係聖靈嘅工作。唔單止呢一班嘅信徒嗰份嘅見證力有聖靈嘅工作，而佢哋嘅生命更加有一份嘅感染力。嗱，剛才佢話，當我哋聽到道嘅時候，佢哋有一份嘅懊悔，佢哋感覺到扎心，而問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就係：我們當怎樣行？我哋點樣改變呢？聽道，如果心裏邊聽完咗之後就走咧，咁啊仍然都未曾做到聖經裏面所講嘅聽道嗰種嘅心態。聽道係在神嘅道嘅光照底下睇到自己嘅不足，而當其時喺耶路撒冷嘅人，當聽到彼得所傳講嘅耶穌基督就係嗰位神所預備嘅救贖主嘅時候，佢哋心裏邊有一種嘅扎心，佢哋渴望有改變。呢種渴望嘅改變表達於佢哋一句說話：我們當怎樣行？佢哋想改變。我唔知道你聽完道之後想唔想改變？可能你話阿牧師你講道都 OK 啦，多謝你啦，你講得好聽啦。其實冇意思㗎，你咁樣同我講。當然我會多謝你，但係最重要，我最希望見到就係牧師啊，或者傳道人啊，我聽到呢份嘅你嘅講道之後，我心裏邊我好想有啲嘅改變。我希望你為我祈禱，我諗我會更加樂意聽到呢啲嘅說話，因為神嘅道先係重要，唔係我傳講有幾咁好聽。呢一班嘅
當其時嘅聽眾，佢心裏邊感到扎心，渴想改變。喺2章嘅38節，彼得就回應佢哋話：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名受洗，叫你們嘅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嘅聖靈，因為這是應許給你們和你們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彼得鼓勵佢哋做咩呢？第一，認罪悔改。各人唔係某某，有時聽道嘅心態就係邊個聽到呢個道呢就最好啦。唔係啊，神嘅話係對住我講嘅，唔係對住我講完之後要轉達俾另外一個人嘅。聽道係要在聖靈嘅話語嘅光照底下，我哋嘅生命見到有不足，我哋願意去改變。彼得提醒佢哋就係話，每一個人都要悔改。所謂嘅悔改嘅意思就係要回轉。而係2章嘅第40節，彼得更加嘅用好多話見證勸勉佢話：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嘅世代，脫離呢個彎曲嘅世代。彼得鼓勵佢哋，勸勉佢哋，要佢哋從佢哋嗰個嘅錯誤人生嘅方向嘅錯誤嘅當中回轉脫離，唔好再被世俗嘅洪流推動自己走向世俗，或者走越嚟越遠離神。彼得提醒我哋要回轉過嚟，真正嘅悔改唔係我知錯啦，咁叫悔改。真正嘅悔改就係我知道錯，我要停止呢個錯，回轉過嚟，轉翻向一個正確嘅方向，脫離過往不正確嘅一個嘅路向，走回正軌，呢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悔改。呢一個係極具挑戰嘅一個嘅呼籲。每我哋喺生命嘅裏邊，我哋需要面對嘅就係呢啲啦。聽完道嘅時候，究竟我哋嘅生命可以點樣改變過嚟呢？聖靈藉着佢嘅道喺我哋心裏邊工作啦，我哋嘅回應又如何呢？係咪好似雅各書所講，聽完道就好似人照咗鏡而唔去有任何嘅改變，轉身而離開呢？還是我哋願意去改變我哋自己？我哋願意從罪惡裏邊回轉過嚟，脫離過往嘅錯誤，走向正軌。呢個係人要做嘅選擇。當其時，呢3000人喺聖靈嘅感動，令到佢哋有一種嘅扎心，佢哋願意呼求我應該點做。彼得提醒我哋要悔改認罪，並且離棄世俗，最終佢哋都願意。於是乎，聖經講嗰一日有3000人決咗志，呢個係聖靈嘅工作。但係喺一個聖靈工作之餘，聖靈並未完全嘅你去停止就結束啦，佢嘅工作繼續有。喺第2章嘅第42節，去到更加詳細講，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呢一節聖經，中文聖經就翻咗好簡單，但係如果按照住英文嘅聖經 ISV， 即係話呢一個國際英文標準版本去翻譯呢，佢有一個咁樣嘅翻譯，佢話 devote themselves to，devote themselves to， 佢哋唔單止願意悔改，更加願意咩呢？全人去委身過嚟。委身喺邊方面呢？有4個。第一個，佢哋願意委身喺使徒嘅教訓 ，teaching of apostle。佢哋願意去喺使徒嘅教導嘅裏邊
去毀負過嚟。呢個係一個嘅生命同埋價值觀嘅一種嘅改變，從認知到自己嘅錯誤，神嘅話語顯明咗之後，個標準放喺我哋面前，以致我哋願意按照呢個標準嚟去活出神嘅道。保羅喺呢一個嘅提摩太後書3章16同埋17節佢話，聖經係神所默示嘅，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係有益，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保羅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就係話聖經唔係只係你叫我哋睇睇嘅，聖經係要我哋去知道神嘅心意，知道神嘅要求，在聖經嘅神嘅標準光照底下，睇到自己嘅不足，以致我哋願意改變。所以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聖經係於我哋有益。今日無論你嘅靈修好，或者你嘅喺小組裏邊去查經，甚至你自己個人嘅研經，我相信重心唔係在於知道神嘅道，呢個係最基本嘅，按着真理去明白。但係明白之餘，究竟我哋能唔能夠全人委附於神嘅道，生命與神嘅道融為一體，改變我哋自己過往我哋以為係正確嘅，但係卻唔合乎聖經嘅一啲行事準則，我哋願意改變過嚟呢？弟兄姊妹啊，真真正正聽到唔係明白咁簡單，係需要全人嘅改變。呢個就係呢班嘅3000人，佢哋之所以生命有咁大嘅影響力，其中一個，佢哋願意將佢哋委附於神嘅道。第二個，佢哋委附嘅咩呢？彼此交接 fellowship。 呢個 fellowship 好重要。有啲時候我哋會話 fellowship 係乜嘢？即係小組聚會咯，大家傾下偈咯，大家問安咯咁樣。唔係啊！如果你真真正正去明白呢一個嘅交接 fellowship 或者 akonia 呢個希臘文嘅時候，你會發現原來呢一個嘅委身喺呢一個嘅相交，係主要係在於咩嘢呢？佢哋喺唔係單止係物質嘅相交，當然喺後邊佢哋話到佢哋都在一處，凡物公用，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嘅分給各人。呢個係物質上嘅分享。然而呢度嘅相交並唔係只係物質嘅分享而已，真正嘅相交係包括咗喺情感裏邊，甚至喺嗰個嘅心智上高嗰種嘅交流，喺神話語裏邊嘅彼此嘅激勵，互相嘅扶持，呢啲都係分享。喺我去新加坡嘅時候，我參加咗一個嘅叫做男士嘅突破營，裏邊有114人，來自10幾個國家，唔同嘅教會。當然聖約教播道會嘅弟兄姊妹弟兄佔大多數。但係當我哋走咗一起嘅時候，我哋發覺我哋喺裏邊係一起相交。嗰種相交唔係就係問安啊，你喺邊度嚟啊？你做啲咩嘢啊？或者你嘅背景、你嘅家庭，唔係只係呢啲。更加喺靈裏邊，我哋一齊分享，無論係成功嘅經歷，又或者失敗嘅經歷，我哋大家一齊去分享。我記得喺營嘅差唔多嗰一日即將完結嘅上午，有3個多嘅鐘頭，我哋走咗一起做乜嘢？大家去分享喺靈裏邊神點樣喺營嘅當中對我哋說話，我哋嘅生命裏邊有啲咩嘅真係需要被神嚟去提醒對付，
喺嗰一日差唔多係8點半9點鐘開始，至到差唔多成12點幾，3個多鐘頭，一個一個弟兄嘅出嚟分享。佢哋分享嘅係分享佢哋嘅掙扎，有弟兄分享到佢哋喺情慾方面嘅掙扎，有啲分享佢曾經係可能係同性戀傾向嘅，但係卻喺神嘅光照底下，佢點樣掙扎過嚟，點樣改變過嚟。有人分享到喺成長嘅裏邊，父親點樣嘅嚟去喺家裏邊點樣嘅嚟去破壞咗整個家庭，佢成長一個好似一個破碎嘅一個情況，自己個成長有好多嘅虧欠，或者有好多嘅不足，對父親嗰份嘅恨怨，最後點樣嘅嚟喺在場嘅弟兄嘅面前，你去求神赦免，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嘅分享。當我哋分享完咗之後，唔係就係坐翻去。當其時有一個主持，有兩個主持都係坐喺嗰個分享者嘅旁邊。當佢分享完咗之後，我記得個情景係咩呢？佢哋搭住你嘅膊頭，當佢講到流淚哭泣嘅時候，遞上佢哋嘅紙巾，一路拍住你嘅膊頭，一路嘅嚟去表示對佢嘅支持。完咗之後就為佢禱告，在場嘅100多人為嗰位嘅弟兄嚟禱告。佢哋分享嘅係咪只係佢哋自己嘅難處而已呢？我相信當然係真正佢哋嘅難處，或者真正嘅掙扎，或者屬靈嘅軟弱。但係更重要嘅就係在場裏邊仲有其他嘅弟兄，可能同樣面對類似嘅一種嘅掙扎，大家彼此同哭，大家彼此代禱，嗰份嘅分享就係咁樣。弟兄姊妹啊，翻嚟教會，大家小組團契，你期盼得到啲乜嘢？我總係喺度諗，大家唔係只係想翻嚟，即係說說笑笑，嘻嘻哈哈過2個小時。如果係嘅話，倒不如去買一張一啲喜劇嘅飛，自己喺嗰個戲院裏邊睇一啲好所謂嘅專業嘅製作嘅笑話，或者係一啲嘅令到自己過癮嘅一啲嘅劇情，會唔會嚟得好啲呢？但係大家嚟到小組，你期望係啲乜嘢？我會期望係好赤誠嘅嗰份嘅分享，唔係被逼嘅。當分享嘅時候，我更盼望係嗰份嘅支持同埋鼓勵。無論喺工作上、喺情感上，甚至可能喺家庭裏邊所碰到嘅啲難處，能夠喺當中分享嘅時候，大家能夠一起嘅代禱，一起嘅扶持。呢個係我想喺小組裏邊所經歷到嘅嘢，唔知你想唔想？彼此交接就係咁樣，真正嘅團契係呢一樣。跟住佢哋都委身喺邊度呢？抹餅。呢個抹餅，當然我哋知道意思係乜嘢，唔係肚餓啦，大家分餅嚟食。呢個抹餅係紀念主，佢哋嘅紀念，當佢哋抹餅紀念主嘅時候，其實紀念咩呢？主嘅恩典啊，赦罪嘅恩典啊。你記唔記得抹餅通常會講咩？我哋要去安靜，有時候我哋要認罪嘅，先至去領呢個餅同埋杯嘅，係咪？嗱，呢啲領餅同埋杯嘅認罪，就係喺求神喺佢屬靈嘅光照底下，讓我哋睇到自己不足。藉着呢個餅，其實提醒我哋主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流出你嘅寶血，藉此已經我哋罪得潔淨。我哋紀念嘅呢個抹餅係咩嘢？我哋一齊有份嘅主裏邊嘅肢體，
其實當我哋去彼此擘餅嘅時候，就喺當中彼此嘅去數算神嘅恩典，不管係赦罪之恩，或者平日我哋喺神裏邊所領受嘅嗰種嘅恩典，我哋一齊嘅去數算，高舉主嘅名。呢個就係擘餅。呢班嘅信徒相聚在一起，唔單止委身喺神嘅教導，委身喺彼此嘅相交、彼此嘅支持、互相嘅鼓勵，佢更加嘅以高舉耶穌基督喺你當中，神嘅恩典，神係佢哋嘅生命嘅主，彼此嘅嚟去鼓勵，互相嘅嚟去提醒，呢個就係佢哋嘅相處。我相信喺當中3000人嘅裏邊，有唔同嘅故事，3000個故事。喺當中有成功嘅，或者會有好失敗嘅。當我哋願意咁樣坦誠相交嘅時候，你想象一下當時嘅情景係點樣？我啱啱識你嘅啫，我要講得咁深入嗎？我驚你一陣間將我啲嘢爆響口啊，大喇叭啊，去傳播開去嘅時候，我仲得了嘅咁樣。我個面在何方可以擺放啊？咁樣，我諗佢哋冇呢一樣嘢咯。佢哋仍然好真誠嘅面對自己，好真誠嘅希望能夠經歷到大家嘅彼此嘅接納，並且靠住神嘅恩、赦罪之恩，我願意重新起嚟，站立成為神嘅真正嘅兒女。呢個嘅就係擘餅，嗰種嘅鼓勵學校耶穌基督彼此嘅相交。最後佢哋願意委身係乜嘢？祈禱。祈禱係一個承認自己嘅不足，而承認自己嘅限制底下，相信有一位浩大、大有能力、掌管萬有嘅主宰，佢會引領佢哋，所以佢哋願意委身喺祈禱嘅裏邊。一位嘅神，佢哋相信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當我哋有軟弱嘅時候，當我哋有難處嘅時候，可以嚟到神嘅面前，可以仰望，大家可以喺禱告嘅裏邊彼此嘅嚟去紀念。你想象一下，呢個係乜嘢嘅一個群體？你想象到未？你願意你嘅教會生活係咁樣嗎？我好想係咁樣。當呢3000嘅人一起嘅嚟去相交，彼此嘅交接，我相信佢唔係一大群聽2999個人係等一個人講見證，我相信未必一定係咁樣。好可能佢哋分好多嘅組，分好多嘅家庭裏邊，或者喺唔同嘅角落當中，幾個或者10零個走咗一起，大家彼此一齊嚟去相交，同心合意嘅，且在不管喺殿裏或者喺家中都係咁樣做。藉着咁樣做嘅時候，有不可思議嘅結果出現。個結果係乜嘢？喺聖經裏邊第43節，眾人都懼怕。嗱，呢度翻譯呢，似乎第43節就話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蹟奇事。嗱，似乎喺文氣上高呢，佢嘅翻譯呢就係話眾人懼怕，使徒行咗好多神蹟奇事，所以佢哋懼怕。但係其實按照住聖經上下文去睇，嗰種嘅懼怕，呢個懼怕並唔係因為佢哋行咗神蹟奇事所以怕咗佢哋。懼怕呢個詞咧可以翻譯為敬畏或者敬愛，敬畏耶和華同一個字嚟嘅啫。我哋對神一種嘅敬而畏，喺一度嘅敬可以話得係一個嘅尊敬。當呢3000多人願意委身喺神嘅道相交、擘餅、禱告嘅時候，整個嘅群體成為一個強而有力嘅見證。佢哋見到原來屬神嘅人係如此嘅真誠嘅時候，好多人都為之渴想。哇，咁犀利嘅！原來佢哋可以咁樣嘅喎。
唔需要再喺人嘅面前隱藏，唔需要覺得自己有啲咩嘅不如人。我哋可以好坦然嘅面對自己，去真誠嘅去面對唔同嘅人。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喺佢哋嘅當其時耶路撒冷嘅人嘅當中，贏得別人對嘅尊重，並且一份嘅愛戴，得眾民嘅喜愛，人喜愛。生命原來可以咁樣嘅，佢哋嘅喜悅流露喺你嘅生命面貌嘅當中嘅時候，人見到佢哋為之雀躍。最後產生一個副產品，就係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嘅加俾佢哋。你要記住，當呢班門徒相交嘅時候，並唔係因為想叫更多人信主嘅，佢哋只不過好真實地願意將自己嘅生命同人分享，彼此嘅相交嘅時候，竟然贏得旁邊嘅人對佢嘅尊重，並且愛戴。最後佢哋嘅生命感染更多嘅人歸入主嘅名下。所以聖經路加咁講，佢話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嘅加俾佢哋。原來一個群體，當我哋願意好真誠嘅活喺神嘅裏邊嘅時候，本身就有強而有力嘅見證。見證力唔係一啲嘅奇特嘅現象，你間教會大啲，咁你嘅見證力就大啲，唔係。真真正正一個嘅充滿見證力嘅群體，係在於一個群體裏邊嘅人有幾多願意委附於神嘅話語，有幾多願意喺生命嘅裏邊可以能夠好真誠地你去認罪悔改，彼此相交，高舉耶穌基督，大家一起禱告，去仰望，去倚靠神。呢個就係一個群體嘅見證力。當佢能夠活出咁樣嘅見證力嘅時候，主就將得救嘅人天天嘅加俾佢哋。弟兄姊妹，基督福音堂嘅群體係乜嘢？我哋嘅特質喺邊度？我哋話我哋願意成為一個以門徒生命嘅一個群體，成為主門徒嘅生命群體。我哋有冇一種嘅心志？我哋願意嗰份嘅相交就係委附於神嘅道，委附於神，然後跟住活出真理咧。有人話一張嘅照片嘅震撼力係勝過千言萬語。呢一張嘅照片就係當其時敘利亞一個細路仔，有一位攝影師幫佢影相嘅時候，佢舉高手，佢以為嗰支係槍啊，或者大炮，佢舉高手。你睇唔睇得到佢嘅恐懼，佢嘅創傷？呢個就係照片嘅能力。但我更要講嘅，一個行動又勝過你嘅千言萬語，並且能夠帶嚟強而有力嘅震撼力。喺2016年舊年嘅奧運會，女子500公尺嘅預賽嘅賽跑個裏邊，大家記唔記得有一位嘅運動員喺賽跑嘅期間，佢係一個紐西蘭嘅運動員，不慎嘅跌倒喺一個跑道上，然後跟住絆倒，從後邊迎頭趕上嘅一個美國選手。當呢個選手被擊跌咗之後，好快站翻落嚟，好多人就以為佢繼續再跑落去，希望揾翻佢所失去嘅時間。但係呢一個嘅運動員卻係停咗落嚟，問嗰個紐西蘭選手：你點樣啊？今日我哋喺呢個比賽裏邊，我哋唔可以就咁跌喺度嘅，起嚟啦，我哋一齊跑完去。於是乎喺呢一個嘅美國運動員鼓勵底下，嗰個紐西蘭嘅運動員咧就起嚟，大家一齊跑。但係因為佢跌傷嘅時候，膝頭哥
跑得唔係咁好，好想放棄。但係呢個美國運動員繼續堅持話俾佢知，你唔好放棄。我哋能夠有幸呢個運動場上走嘅時候，我哋一定要跑到去終點。於是乎，眾人已經過咗終點啦，就係剩翻呢兩個運動員喺呢個比賽嘅長度嘅上高，繼續嘅嚟去鼓勵。當其時喺運動場嘅所有觀眾嘅焦點唔係放喺究竟嗰個嘅紀錄儀裏邊有冇人跑得快過世界嘅紀錄，佢哋嘅焦點都放喺呢一隊嘅運動員身上，然後跟住呢一隊嘅運動員彼此嘅扶持底下，慢慢嘅跑過呢一個嘅每一個嘅觀眾嘅眼前，最後去到終點，全場起立、鼓掌、歡呼、喝彩，喺當中整個嘅場景實在令人動容。喺我睇呢一個嘅影片嘅時候，我自己都哇，好犀利啊！咩叫做奧運精神？表露無遺。奧運精神並唔係只係贏得奧運獎牌，奧運精神係友誼、參與、盡力。整個嘅畫面表現出嚟嘅就係呢一樣嘢。呢一位嘅美國嘅運動嘅選手，佢唔需要講咩叫奧運精神，但係用佢嘅行動，用佢嘅生命去表現出奧運精神。有邊個唔想喺運動場上可以贏取金牌呢？每人都想。但係真真正正嘅奧運精神唔係贏牌啊，係嗰份嘅公平，嗰份嘅參與，嗰份嘅友誼。全場幾萬嘅觀眾，大家為佢哋歡呼、喝彩、鼓掌。弟兄姊妹，今日基督徒嘅生命嘅焦點係乜嘢？唔係你能夠帶到幾多人信主，唔係你有幾多嘅豐功偉業。真正嘅，我哋是否願意喺生命嘅裏邊去活現應該有嘅基督嘅品格？我哋是否願意嘅離開罪惡，脫離世俗，委身於神，以耶穌基督為我哋生命嘅主，委身佢嘅教訓，學效耶穌嘅樣式，去彼此相交，互相嘅扶持，活出真誠嘅愛。信徒嘅見證力就在於此，教會嘅見證力亦都係在於此。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焦點放錯，我哋只係希望建咗一個宏偉嘅教會，我諗我哋真係放錯咗咯。我哋需要翻正，究竟我哋嘅生命係應該點樣？一個真正能夠影響世代嘅一個嘅信徒，唔係淨係用佢嘅口傳講福音，係用佢嘅生命活出福音，成為一個強而有力嘅見證群體。端視乎在座我哋每一個是否願意你去委身於神，脫離罪惡，委身於神。呢個就係我哋信徒嘅見證力，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嘅喺世代裏邊嘅光。弟兄姊妹，教會能否喺社會成為世上嘅光燈台，取決於今日你同我嘅決定。我哋是否願意認真地喺小組生活當中活出信仰？我哋是否願意喺我哋嘅家庭、喺我哋嘅工作間、喺我哋嘅鄰舍嘅當中去活出我哋嘅信仰？
我哋願意嘅話，我相信別人會尊重我哋，並且會喜愛我哋，甚至佢哋願意去問點解你會咁嘅？我好想知道你背後嘅原因。最終佢哋都可以被耶穌基督感動，歸向我哋嘅主。求主幫助我哋，我哋一齊有祈禱。親愛主，求你就帶領我哋呢一度在座嘅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懂得嘅，你去俾你去掌管，讓我哋嘅生命委身於你，讓聖靈引導我哋成為你嘅器皿，去賜福俾其他嘅人。我哋知道聖靈已經在我哋心中，並且樂意掌管我哋。問題只係我哋是否願意讓聖靈掌管。父啊，讓我哋今日聽完道嘅時候，我哋唔係只係聽道而轉身離去，我哋願意去改變。如果你嘅話感動我哋，讓我哋感到扎心嘅時候，主啊，求你嘅靈光照，讓我哋睇到我哋邊度地方需要改變過嚟，我哋願意去改變。當我哋願意改變嘅時候，求你加添我哋嘅力量，求你引導我哋嘅腳蹤，讓我哋嘅心堅持落去。因為我哋知道喺主嘅裏邊，唔係一日過一個基督徒嘅生活，係一生要過呢個嘅以神你為主嘅一個生活。願你賜恩俾呢度在座嘅每一個弟兄姊妹，帶領住基督福音堂能夠成為世上嘅鹽同埋光，讓我哋嘅影響力可以感染其他嘅人。我哋如此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